嘛，经济部是宣布讲，今年咱台湾创新研发成果有摕到9座爱迪生奖，排世界第3。其中工研院赢过全世界所研发的成功案的药物，摕到金牌。这嘛代表咱台湾家己是有才调研发新药啊。逐工目药水点一摆，就维持有效，个人减少抗药性，这是国内第一摆自主研发成功的双标靶成功案药物。这项创新技术毋但讲很大的成效，比国际领先大厂将近3倍，佫摕到有创新界奥斯卡奖美名爱迪生奖金牌。跟市售的药物比起来，它降眼压的效果，还有解决它的这个副作用，特别是红眼症啊、发炎更有作用。经济部表示，工研院接受专案计划补助成立眼药开发平台，逐步全球研发出双标靶成功眼药物，来提升销量网排水功能，减少眼压升悬，是新型萎缩风险，也比传统治疗药物更可减少目睭红发炎这副作用。很多药它有它的不需要的这些副作用，所以很多病人他没办法接受。所以药物治疗常常就是有人治疗以后，他常常就自己不点药了。所以在眼科界的话，他一直希望说不断有这个新药。那这些新药呢，除了它的效果比较好，那它的副作用能够减少。工研院指出，这项创新技术已经摕到欧美顶7零专利，各技转予药厂已经完成临床第1期，咧准备进入临床第2期试验。根据健保署统计，国内青光眼患者差不多43万人。医师提醒，青光眼是不可逆的是新型疾病，有1/4的人有失明风险，目前无经济的方法，甲人口定期检查、早期治疗控制。希望未来双标靶药物上市了后，加惠更较侪患者。记者综合报道。